今次就嚟介紹下地庭軒嘅大三房，嗰度民生齊全，交通便利。一入門就見到多功能房啦。呢個單位1510尺，3+1房2廁，個單位好市正，前後通，客飯廳分明，面向東南，大露台個位置都幾開揚光猛嘅。而且周邊民生效望啦，超市、餐廳、電信應有盡有嘅。我哋先睇睇房間嘅間隔下，嗰度有開闊嘅 L 型廚房，嗰3間房個間隔都幾開闊又市正嘅。其實嗰個單位都係3面單邊嘅。第2間客房同埋主人套房都有細窗嘅，套房門口有間套廁。成個單位原先要800幾萬嘅，而家至準價798萬。